各位九龍東嘅朋友、黃大仙嘅街坊，我哋東頭東尾嘅蘇伯兄弟，大家好啊！歡迎翻到嚟啦，咁啊係啦，咁啊而家係5月嘅19號咁啊係啦，而家去到中午嘅12點31分，咁啊即係首先我哋講下啲錄影嘅呢一刻，再我哋講下啲全港性事務先啦，咁啊最緊要就係繼續啦，咁啊環球時報啊、大陸北京啊，咁同埋一啲叫做即係親紅色嘅報紙啦、深紅報紙啦，咁呢個文匯啊、大公啊，咁追擊我哋香港嘅首富李嘉誠啦，咁佢即係加籍港人啦，咁啊即係加拿大國籍嘅香港人啦，咁啊就係追擊一個外國人啦，咁啊佢話佢唔愛國啦，咁樣跟住就又話佢如果係夾硬出售呢個嘅嗰個叫做巴拿馬港口嘅43個港口嘅業務嘅話呢，咁就可能會引用一個嗰個佢哋嘅法例啦，佢哋嗰邊嘅法例啦，就去到可能要搞呢個外國人咁嘅樣，咁同埋呢間公司呢間喺開曼群島註冊嘅公司啦咁樣啦。咁啊，首先啦，即係我哋會繼續會去回顧啦，咁啊，即係我哋之後會再慢慢講啦，慢慢剖析啦，咁係咯，我哋起碼可能會成哥嘅嘢、超人嘢，我哋會傾到一集嘅咁樣樣。喺1971年嘅6月啦，咁啊李嘉誠啦，咁啊成立呢個長江地產公司啦，咁喺1972年嘅7月啦，咁啊呢個李嘉誠先生啦，咁啊將長江地產改為長江實業有限公司。委託財務顧問咧擬定上市申請書啦，擬定啦，咁啊跟住就咁啊公司章程啦、公司嘅業績同埋帳目啦，咁同年10月申請上市，11月1號咧獲得掛牌咁樣樣，跟住就長江實業啦，咁啊係投股啊認購超過發行額65.4倍，上市嘅第一日長江實業股票由發行價3蚊去到6蚊，咁啊多41嘅咁樣，咁啊曾經啦，咁啊呢個1970年啦，咁啊喺收購持有希爾頓酒店啦、現有長江集團中心啦嘅美高企業同埋青州英維控股嘅股權啦，咁樣樣。1979年咁啊。當其時係咩總統啊？好似係蔣經國總統嘅，係啦，1979年係嘅年代啦。9月25號啦，咁啊係因為嗰時點解係我話一定要講蔣經國總統咧？因為係蔣介石老總統啊嘛過身啦，跟住中間就隔咗一個叫做謝東閔總統嘅，跟住就去之後先去到1979年嘅520咧，先去到呢個嘅蔣經國總統嘅，咁咧。李嘉誠咧就宣布透過長江實業咧就向香港上海商業銀行啦購入英資第2大洋行，市值啦咁啊60億港元啦，同埋呢個嘅和記黃埔22.4嘅股權啦，其逐步增持啦咁樣，即係增持佢嘅股權啊咁樣。1980年啦嘅年底啦，咁啊去到41.7% 啦，咁啊因為佢嘅目標咧係幾多啊？阿成哥目標係47%嘅。當其時目標啦咁樣，咁啊李嘉誠嘅成功控制和記黃埔啦、長江實業啦，幾乎係富可敵國嘅。咁1981年啦，咁啊遠東經濟評論啦，咁就係以李超人作為封面嘅，從此李超人一詞咧就成為李嘉誠嘅代名詞咁樣。1985年啦，咁啊成呢個移置啦，怡和置業啊，係啦咁樣移置咁啊嘅出現咧，財政困難啦、財困，通過和黃以29億500萬29.05億元啦，咁啊收購咗地名下港島區嘅，即係南區啦，同埋南丫島嘅電力嘅供應商。香港電燈34.9嘅股權嘅咁樣。1989年嘅上半年啦，咁咧就係呢一個將鴨脷洲嘅發電廠啦，咁就係興建做香港港島區大型屋苑啦，並命名做海怡半島啦。咁咧1986年啦，咁啊呢個嘅透過家族公司啦，和記黃埔和黃啦，咁啊以32億元啦，咁啊收購加拿大
赫斯基嘅能源石油公司嘅52%嘅股權啦，咁啊即係單億大股東咯喎。咁啊1992年啦，再收購43%，係獲得絕對嘅控制權啦。咁啊大佬即係咁啊開始涉足加拿大啦。咁啊1987年啦，咁啊首次登上富比士呢個富豪排行榜。咁1989年啦，中共北京啊大陸淪陷區嘛發生6·4天安門慘案，當其時咧咁啊好多外資咧係大舉撤資嘅時候咧，咁啊李嘉誠反而就大舉進軍大陸市場，咁啊成為香港喺大陸嘅最大嘅投資者。北京嘅大型綜合購物項目東方廣場，亦係佢喺中國大陸係得意傑作係啦。咁啊後來李嘉誠咧就將呢個廣東嘅投資，廣東省嘅投資，咁啊交通基建啦、大陸嘅投資項目啦，組成長江呢個嘅基建啦。咁啊該公司咧咁啊喺大陸嘅能源啦、呢個嘅建設啦行業咧，咁啊佔有好重要嘅份量嘅。咁啊因為香港人嘅技術啦、建築技術啦，香港人喺能源產品即係同埋佢有呢個嘅港燈啦、香港電燈有限公司咧嘅嗰個營運嘅經驗啦，咁所以就係將呢啲數據就推動咗上去咁樣樣。咁啊，所以就係亦係佢喺1991年啦奪得香港本地另外一個嘅商業電台嘅廣播牌照啦，命名為新城電台嘅咁樣樣。即係好多新城財經台啊，都係佢哋啦咁樣係啦。咁啊2014年啦12月11號啦，咁啊長江同埋和記實業啦，咁啊於開曼群島註冊啦，成為長實嘅全資擁有嘅子公司啦咁樣樣啦。咁啊2015年啦，咁啊嘅1月9號啦，集團公佈啦會內部重組計劃啦，長江實業啦與和黃合併，咁啊合併後嘅公司名叫做長和集團咁樣嘅，棄用和黃嘅名字啊咁樣。長實同埋和黃重組後咧，就長江實業咧，咁啊就叫做長和系啦，長和系統咁樣。咁啊長和咁啊將兩間公司嘅地產業務合併啦，咁啊組成長江實業地產啦，長地啦咁樣啦。咁啊前者啦，咁啊接手兩個集團所有嘅非房地產嘅業務啦，包括港口嘅相關服務啦、電信、零售、基建、能源及呢個不動產業嘅嘅租務嘅業務啦。咁啊而後繼者咧，咁啊亦都係合併兩個房地產嘅項目業務啦。咁啊即係呢一個李嘉誠成哥亦都會係當其時都係否認係撤資嘅咁樣。咁啊李嘉誠啦，亦係與呢個嘅香港最大嘅銀行之一啦，匯豐銀行啦，咁啊關係係十分之良好嘅，亦都同英方啦、倫敦方面啦，亦都係嗰個關係咧係大家都係成日嘅見面啊、通電話啊咁樣啦。除咗購入呢個和記黃埔嘅股權外啦，咁啊李嘉誠亦喺呢一個嘅匯豐股東之一啦。咁啊於1980年啦成為非執行董事啦，更積極呢個嘅匯豐控股啦，同埋前身啦，亦都係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嘅董事會非執行副主席，長達7年之久嘅。咁啊，直到1992年退任啦，時值啦匯控啦，咁就係成立1週年啦。咁啊呢個2009年啦，匯控全球嘅供股咧，咁啊李嘉誠亦全數行使其嘅股權啦，咁啊穩定股價啦。其長子李澤鉅亦係現任嘅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嘅董事嚟嘅，即係匯控呢個嘅匯豐控股嘅子公司，係啦。咁
咁嘅董事嚟。喺2016年好近啦嚇，咁10月啦，咁呢一個嘅長實地產啦，咁同埋呢個李嘉誠基金會啦，咁以200億元人民幣代價，出售呢個上海世紀匯廣場嘅，呢個集團咧，預計咧就獲利62.2億嘅港元咁樣。如果計人民幣就唔止呢個數嘅咁樣，係啦。OK， 咁好啦，另外啦，仲有啦，第二件事啦，即係近排啦，即係而家係李家超政府就係講緊係話反私煙啊嘛，係嘛，即係都好似話講到都好似幾熱烈咁嘅，海關部門啦，喺長康村啦，長青村嘅附近啦，即係葵青區啦，提醒居民啦，私煙咧係罰款嘅同埋提高嘅，又咁講。而家嘅長康村啦，老村啦，即係我哋一般好多基層香港人都係住長康啦，亦都長青村啦，有好多嘅重建嘅計劃啦，亦都係佢以前長青灣小站啦，周圍都係好多嘅地盤啦，亦都係佢會有啲叫做cut off 咗嗰啲球場啦，喺球場上面，足球場上面再起一啲嘅新嘅公屋啦，即係嗰度都有好幾棟啦。長康村就長青村就近住南巴勒海峽嘅嗰個青衣南橋嗰度咧，對出嗰度嗰個海岸線啊，咪望過去貨櫃碼頭嘅嗰度咧，嗰度又有起咗幾棟新嘅公屋嘅，嗰度新嘅公屋咧就會係俾咩對象人住咧？就俾新香港人住啦。新香港人就好多都會係都中意買私煙嘅咁樣，所以就係話香港海關啦喺10月15號啦，同埋聯同呢個葵青區區議會議員啦，即係今屆葵青區區議會議員啦，衛生署呢個控煙控酒辦公室同埋呢個房屋署聯合嘅行動啦，喺青衣嘅長康村同埋長青村進行聯合嘅反私煙嘅呢個嘅活動，海關人員咧喺屋村範圍咧向居民啦、商戶啦同埋呢個嘅屋村裏邊嘅保安員啦講解反私煙嘅信息啦，當中啦包括政府建議修訂呢個現有法例，提高私煙相關罪行同埋嘅罰則嘅，並且呢個嘅鼓勵佢哋咧向海關啦舉報啦，懷疑有買賣嘅私煙嘅活動啦咁樣啦，就歡迎佢哋呢樣嘢啦。好啦，海關就表示啦，如果有發現喺公屋裏邊咧有單位啦涉及呢個私煙嘅罪行啦，海關咧係會喺法庭審結案件後咧會通知房署係跟進嘅，跟住就海關亦都呼籲市民啦，尤其是年輕人啦，切勿以身試法啦，私煙啦同埋呢個派發私煙嘅單張咧，以免留下呢個嘅案底，影響前途啦。想講起私煙啦，喺我又講下遠又講下近啦嚇，喺一啲傳統嘅即係紅到不得了嘅紅區啦，先講喺離島區嘅東涌啦嚇，日東村。呢個日東村上面，大佬你全部都係日東一村、日東二村啦，建制派嘅老巢。以前我哋呢度九龍東嗰個文美鄧家彪嘅老巢啦喺佢在任區議員、離島區議員嘅期間啦又係離島區，又係新界東嘅，又選過沙田區就周圍去嘅。有呢個嘅鄧家彪先生嘅足跡嘅地方咧，都有留下好多私煙嘅腳印嘅。好多你嗰個日東村日東一村、日東二村咧，全部同埋即係以前嗰個有一個叫老廣城嘅，即係兩個係區議員啦，即係大家日東一、日東二兩個係選區一齊噶嘛。大家佢哋即係攬埋一嚿大家以前有冇印象？我哋民主派亦都郭家唔係呢個嘅郭榮鏗立法會議員啦，法律界啦，有一個地區辦事處嘅同埋呢個嘅郭家麒啦，
咁就喺個新界西嘅辦事處啦，咪有一個辦事處喺呢個日東村咁樣嘅。咁亦都話向即係阿仲以前喺機場工作啦，都向阿仲都透露過啦。咁佢哋啲議員助理啊，同埋以前我哋阿陳偉業大狗係咪新界西嘅立法會議員啦？咁佢亦都有個辦事處喺日東嘅，即係一個新界東嘅咁所以就係話點解人民力量我哋會知道呢啲事情呢？即係我哋都接觸咗好多呢啲個案。將嗰個未完稅嘅香煙，即是話係私煙啦，就擺喺公屋嘅單位度儲倉庫。咁你海關有冇做過啲咩呢？有民主派喺做立法會議員，有民主派做區議員嘅地方，但係你就怠慢去執法咯，即係呢一個係質疑咯。好啦，唔講咁遠啦，講近啲啦，咁啊講翻我哋呢度附近啦，秀茂坪啦，係嘛？秀茂坪啊，上村下村啦嘛，呢啲都係分享嘅經驗都係啦，即係我即係阿仲住咗喺度都28年咁所以就係話都知道好多嘅事情，點解佢哋又係將啲公屋單位即係好似做過幾單大嘢。搜咗好多私煙出嚟跟住就唔做啦，又好幾年又話19年啦，又話大龍鳳啦，所以又話無暇去兼顧啦咁樣，所以就係話呢啲嘢係咪做藉口呢？再唔好講話咁，唔好講我呢邊啦，唔好講我呢邊啦，再講我哋黃大仙啦嚇，喺黃大仙啦再講近地啦嚇，黃大仙。嗰個係咪叫做慈康村啊？係咪啊？慈康村啦、慈民村啦，仲有我哋東頭都係啦，我哋東頭2村都係啦。仲有呢一個嘅嗰個橫頭磡村啦，係嘛？以前阿黎榮浩啦，橫頭磡村啦，佢又話晒事打晒色㗎嘛，大佬成日都話串啊，劉嘉文又話即係冇任何嘅作為啊大佬咁我哋去到同海關合作，我哋喺區議會度要求跟進嘅時候，私煙嘅問題嘅活動嘅時候，以前仲有啦，呢個嘅黃大仙下村啦，係嘛？以前而家又有做緊區員啦，阿李東江東江叔嗰度啦，我都透露過啊，都同警方不斷透露邊度有街坊又話邊度有私煙嘅擺賣我都講晒俾晒資料啦，都係唔跟進嘅。即係我喺做年半嘅區議員嘅生涯裏邊，我就即係都算係不斷去到反映翻，即係協助街坊反映翻個意見。咁係幾時先會做呢？但係係咪真係到臨近我哋而家去到年尾啦，係嘛？就嚟準備立法會選舉啦，係嘛？所以就係話係咪而家先嚟扮組做嘢呢？咁樣仲係質疑嘅咁樣。根據應課稅品嘅條例啦，若有任何人處理啦、管有啦、售賣啦呢個嘅購買呢個私煙呢，係即屬違法嘅。一經定罪啦，最高罰款可判罰100萬元嘅，同埋終身同埋監禁2年嘅，唔係終身監禁2年嘅監禁2年嘅。市民亦都係可以致電啦，海關24小時嘅熱線啦，舉報熱線啦1828080咁樣，就透過呢個嘅舉報罪行啦，可以專用啦，電郵帳戶可以網上舉報即係填寫表格去到舉報懷疑私煙嘅活動嘅咁樣。根據吸煙公眾衛生條例啦，第371章啦，任何人不得分發任何形式同埋呢個嘅吸煙嘅產品啦、廣告啦，包括任何嘅傳單啦，違例者咧最高咧係會罰款5萬蚊。市民可以致電衛生署嘅控酒辦公室嘅熱線嘅29618823去舉報懷疑呢個嘅私煙嘅活動。我哋嘅東頭2村嘅街坊熱誠都耐唔中都會打呢個熱線嘅啦。最尾即係阿仲由06年服務東頭2村啦，到而家將近19年啦。但係東頭區啦，有冇捉到呢？捉到其實呢，即係以我所知咁耐以嚟啦，去到而家2025年啦，差唔多20年啦，最多捉到3個，係啦，就咁簡單啦，咁樣。好啦，呢個嘅犀利啦。
咁啊講完煙啦，講酒啦嚇，咁啊攝酒啊，逆線駕駛啊，咁啊撞的士，哇真係犀利喎！呢個真係而家好憎黑的喎，就呢個區議員啊，葉吉剛啊。葉吉剛咁啊，承認危險駕駛啦，判罰200小時社會服務令啦，嗰個法官就話啦，良好品格咧係值得給予呢個嘅機會嘅。咁啊，屯門區議會啦，第7屆屯門區議會嘅議員啦，咁啊葉吉剛啦，咁啊涉於呢個嘅8月啦，喺上水古洞路啦，咁啊近呢個金坑路逆線駕駛啦，話唔犀利逆線駕駛 Tesla 喎大佬。迎面撞向一輛的士啦，大佬咁啊話咁啊嗰個的士都幾慘喎！大佬我自己向前行嘅，行翻啱嘅條路，大佬都俾人撞，大佬都好無辜喎，大佬又係咁啊！即係呢架的士真係都唔係話黑的喎，即係佢都係無辜喎，大佬咁啊被控啦，危險駕駛啦，咁啊醉酒駕駛兩罪啦，咁啊咁佢早前承認啊危險駕駛罪啦，咁啊醉酒駕駛罪就獲撤銷啦，唔使咁所以你即係飲完酒都冇事嘅。咁啊呢個葉吉剛啦喺週五啦，咁啊5月9號啦，咁啊喺呢個粉嶺裁判法院啦被判呢個200小時嘅社會服務令啦，需要停牌6個月啦，同埋自費參加呢個駕駛改進課程嘅咁樣冇所謂啦，大佬而家。西環繼續另外額外會俾錢㗎嘛，大佬就算你罰款嘅時候係咪可以即係呢個停牌6個月係咪冇得揸車嘅時候call 的士有冇得向西環 can 單咧？咁啊我問下呀嚇，我問下呀，唔好咁認真啊，我問下呀咁啊香淑嫻啊判刑啊呢個法官啊判刑嘅時候啊咁啊指出啦呢個罪行。呢個控罪性嘅嚴重啊，咁啊葉啦，咁啊葉議員啦，咁啊喺並非係第一次犯案嘅啦，咁啊佢對上一次啦犯案啦，咁啊已經係8年前嘅事啦，咁啊而案發嘅時候啦，咁啊被告啦，咁啊喺駕駛呢個車輛車速緩慢啦，咁啊造成呢個嘅損壞輕微啦，加上呢個其社會服務令咧，咁啊。報告內容咧就正面啦，比較正面啦嚇咁啊，所以就係被告啦咁啊過往咧亦都熱心公益事務啦嚇，唔知咩公益啦，我未聽過姓葉嘅呢個人㗎嘛。有良好嘅品格啦，咁啊值得給予被告一次嘅機會嘅咁樣啊，強調啦，咁啊最後一次嘅呢個係最後一次機會㗎啦，如果將來再犯嘅話咧，或會咧可能會被判囚嘅，哇咁啊變咗手足㗎咯喎，建制手足㗎咯喎，咁啊判囚啊，好大鑊喎！你呢個嘅法庭大佬又係叫做好多嘅小粉紅啊，啲大佬嗰啲建制派支持者啊，又有嘢做㗎咯喎，可以大佬司法不公㗎咯喎，又喺度政治審判又喺度話你咁啊，唔知啊係咯，大佬咁佢啊新界區大西北嘅區議員，大佬又點知㗎？大佬又係點知啊？大佬又係有咩後果？咁啊案情啊咁啊透露話咁啊被告與呢個的士相撞後啊，咁啊警員啊咁啊發現佢啦，咁啊神情呆滯啦，咁啊身上面有好大陣酒味啦，咁啊為佢呢個進行酒精呼氣測試嘅時候啦，發現啦咁啊超出定明嘅限度嘅，警員咧就逐以呢個嘅酒後駕駛啦，拘捕被告啦，咁啊被告嘅警戒下啦，保持緘默啦，辯方。早前啦，亦都係求情時咧，亦都指出啦，咁啊今次嘅事件後咧，被告咧係決定唔會再揸車㗎啦，咁啊另外會聘請司機㗎啦，哇喺區議員聘請司機喎，咁啊都幾犀利喎，區議員聘請司機，希望呢個法庭網開一面咁樣，咁啊判處呢個嘅監禁式嘅刑罰啦，咁啊被告葉吉剛啦，咁啊60歲啦，報稱係退休人士啦，被控於呢個2024年8月1號啦，喺上水古洞路近呢個金坑路呢個嘅道路上面啦，危險駕駛啦，咁啊車輛登記嘅號碼啦，咁就唔講啦，咁啊係私家車嚟嘅 Tesla 嚟嘅，咁啊以及喺同日啦，咁啊亦都係駕駛上述車輛私家車啦，咁啊亦都係呢個使用嘅酒精類嘅影響啦，咁啊導致啦，咁啊沒有能力妥善控制該車輛嘅咁樣，咁所以就係話即係呼籲大家啦，即係少啲煙酒啦，咁啊所以就係希望大家就即係引以為戒啦，咁啊係啦，我哋即係建制派嗰啲衰嘢我哋唔好學啦咁樣啦，咁啊
好咁啊第一節我哋去到呢度，咁我哋下一節會再翻嚟會講呢個嘅黃大仙區嘅社區嘅事務嘅，咁啊跟住我哋會翻嚟黃大仙嘅。好多謝各位，咁啊繼續留言點讚呢個subscribe 同埋呢個分享啦，咁樣係啦，咁啊多謝各位，多謝大家。